OK，我哋溫和咁練下個腹部啦。咁咧一開頭啲動作係瞓喺度嘅，自己攞翻張 yoga mat 墊翻個人啦。好嗱，本身咧隻腳就放平喺地面，兩隻腳抹到 pat pat 咁闊就可以啦。一隻手擺喺你嘅肋骨中間，即係雞心位啦。另外一隻手咧擺喺個盤骨附近下腹位。咁當你一瞓低嘅時候咧，條腰自然會有少少弧度嘅。呢度下腰咧有個窿係正常嘅。咁但係我哋而家練個腹肌咧，就要慢慢收實個腹肌，諗住呢一度將個下腰沉落去地面少少，變相你個盤骨就有啲啲兜起咗，咁你個腹就開始用力啦。兩隻手摸住腹嘅地方，左手同埋右手都會感覺到有少少用力嘅，唔使好多。例如100分係最用力嘅，而家大概係20分左右啫。將個下腰壓咗落去先 ，feel 到個 pat pat 有少少兜起咗啦。跟住我哋個尾龍骨呢一度就慢慢逐節咁捲起，捲到最高，膝頭哥 pat pat 同埋心口成為咗一條直線。你再由上邊背脊慢慢逐節捲落嚟，咁就多啲集中精神喺個腹肌嗰度。好，再嚟吸氣，跟住呼氣，慢慢捲起。好，再嚟吸一個，跟住捲起。今次喺高位嗰度 hold 一 hold， 3、2、1，再慢慢捲翻落嚟。喺高位停留嘅時候，感覺到個 lower back 或者後腿有啲啲用力係啱嘅。好，我哋重複多2下，兜起個 pat pat， 下腰壓好，然之後再捲上嚟，停留1、2、3，好，再瞓翻落去。點樣檢查自己個腹有冇準確咁用力呢？隻手 feel 到呢一度同埋呢一度有變硬就 OK 啦。我有啲脂肪喎，點搞呢？咁你側邊攝一攝入去啦。有脂肪都會有肌肉嘅。好，再嚟，最尾一次吸，壓好下腰，跟住逐節兜起個 lower back， 喺度停留1、2、3，由個背脊開始一格一格咁樣捲落嚟。我哋就要做下一個動作啦。好，手指向天花板，腳又攞起。咁樣攞起咗之後呢，個下腰都係要黐喺個地下嗰度嘅。我哋會做一個 dead bug 啊。咁你手可以先唔喐住嘅，可以試下淨係一隻腳伸出去，右腳伸出去，差唔多掂到地下就上翻嚟啦。另外一隻腳出去吸，上嚟呼，又出去吸，上嚟呼，左腳吸，呼。吸嘅時候呢，諗住要吸脹個下腰背，唔好淨係吸脹個心口啦。同埋留意自己吸氣嘅時候呢，會唔會條頸好用力，縮咗膊頭，例如咁樣好大力，係唔 OK 嘅。你就放輕翻個膊頭，吸脹個肚皮同埋下腰。再嚟，我哋做多5下。1A、1B、2A、2B、3A、3B、4A、4B、5A、5B。好，跟住嚟緊就做下一個腹肌嘅動作啦。個人要反轉跪喺地面嘅。好，變成一個 table top 嘅位先。隻手會喺膊頭正下方，記得個手踭曲多啲啲，放輕個手踭，唔使好用力嘅。當你個手踭放輕咗，膊頭做少少外旋向外嘅，你就會 feel 到胳肋底附近呢啲後膊位呢，有少少鎖實咗，咁你個膊頭就穩陣啦。跟住隻腳趾篤喺地下，嗱，喺側身望一望自己呢，嗰個 lower back 同埋腳係咪形成一條垂直線？
如果個膝頭哥跪得太埋，咁樣捲埋咗個攞 pat，個尾巴指咗落向斜下方，呢個就叫做錯啦。個人咧隻腳跪翻後少少，攞隻手檢查下個背脊，呢度係一個水平嚟嘅，個尾巴係指向正後方嘅。好，一陣間咧係膝頭哥離開地面嘅，就係咁樣啦。嗱，好，一齊暢順呼吸。3、2、1，攞起離地啲啲咁多啫 ，feel 下個腹肌有幫手俾力嘅。如果覺得個頭好扯，幫我將個頭拉翻高少少，眼睛視線望斜前方，由個頸開始再檢查下自己用力啱唔啱啦。頸係靚嘅，豎直就 OK 啦，唔好特登攞高望前。跟住手腕、手踭係成為一條直線。膊頭微微外旋，跟住膝頭哥離地2-3 cm 就夠啦。好，慢慢降落，咁就練咗一個 hold 嘅動作啦。我哋會重複啦，嚟多次，預備3、2、1，上去。好，由個頸開始檢查自己頸有冇好受力，手踭放輕啲啲，膊頭外旋一下。隻腳膝頭哥離地2-3 cm 就夠啦，睇下個腹肌有冇好受力，係啱嘅。腰安唔安全？安全就可以繼續啦。呼吸暢順，3、2、1，好，慢慢降落，完成，努力練腹。